范國威議員。主席，我謹代表新民主同盟呢，係為今次四川雅安地震嘅死難者呢係致哀，亦都係向死難者嘅家屬同埋所有地震嘅災民呢係致深切嘅慰問。面對內地突發嘅災難性事件呢，香港人一向都係因為出於血濃之水嘅情懷呢，係向來呢都係樂善好施。但係經過咁多年，特別係08年嘅汶川大地震之後，有大量嘅醜聞，有大量嘅事實，有大量嘅證據，證明到內地嘅官員係濫用咗呢啲嘅捐款，爆出咗連番嘅醜聞情況之下，香港人當然就係以史為鑑。我哋唔能夠再相信內地嘅官員，所以而家點解會有今次嘅爭議，就係香港人知道賑災係要有智慧，救援係要有制度，愛國唔能夠盲目，好似頭先工聯會王國興咁樣。我哋更加清楚睇得到，中國大陸而家欠缺嘅唔係物資同埋唔係物資同埋呢個嘅金錢，反而係一個廉潔嘅制度。司長，我要問嘅問題或者我質疑嘅呢，就係今次嘅1億元嘅賑災撥款嘅申請呢，係唔符合賑災基金撥款嘅準則嘅，因為裏邊嘅3A 同埋呢個5項呢，3A 就係某政府同埋救援機構為國內及有關地區係向國際社會發出賑災嘅呼籲。第5嗰度呢，就係講話呼籲或者申請呢，應獲得本港市民一定程度嘅支持。我嘅理解，我對民情嘅掌握，報章上面嘅報導，我睇唔到今次嘅撥款申請呢係有香港市民一定程度嘅支持。第二就係中國外交部日前亦都指出，現時搜救同埋醫療力量呢係有保障，救災嘅物資充足，暫時呢係唔需要國外嘅救援隊、醫療隊同埋救災嘅物資。咁點樣係會符合今次嗰個撥款賑災裏邊3A 嗰個要求呢？咁樣係，主席，我見到咁樣嘅情況嘅話呢，頭先有好多嘅或者幾位嘅建制派嘅議員呢係講話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因為國內係有貪污、有貪官污吏，你哋都承認有呢個制度，但係咪因為咁樣就唔捐錢呢？我想話俾大家知，係因為香港人認為而家捐得多、貪得多。捐錢俾內地嘅政府越多，其實就係實質上邊助長同埋縱容內地嘅貪官污吏。點解我哋先會有一個討論，就係希望捐俾香港負責或者係協助救援嘅一啲嘅非政府組織，就係呢個咁樣嘅原因。所以主席，我係反對今次呢特區政府係慷香港人之慨，用香港人嘅血汗錢呢係去賑災。我反而建議應該係特首、高官、議員、私人咁樣係去捐獻。如果我哋每一個都係捐出我哋1個月嘅薪酬嘅話呢，已經有高達1400萬嘅金錢㗎啦。我希望呢，我哋嘅特首唔單止係要捐出我哋1個月嘅薪酬，係咁樣呢，反而係用呢啲錢呢係去買賑災嘅物資，由特首牽頭帶住我哋咁多位議員親自去到災區，係將呢啲救災嘅物資呢係交到去災民手裏邊呢，咁樣就能夠向香港有交代，亦都向呢啲災民呢係去施以援手，亦都係讓我哋親身去了解災區嘅需要，而唔係盲目地好似司長好似一啲民意咁講呢，係話要盲目咁樣呢係相信內地嘅政府，我係好難相信。請司長答一答頭先我問嗰個撥款準則嘅問題。司長，我請我同事講講啊。多謝主席，多謝阿范議員嘅問題。賑災基金諮詢委員會呢係制定呢一套嘅撥款準則或者係指引嘅時候，其實係響應當年93年立法會嘅一個決議案，係要規定做一個現成嘅機制。個大前提呢係賑災係要賑濟喺香港境外嘅一啲災難。咁大家睇到喺台面上嘅一系列嘅準則呢，其實係涵蓋一籃子嘅因素。係賑災基金諮詢委員會呢，係並每一次呢，佢哋都係按個別嘅個案嘅申請而去審核，而唔係話特別係3A 或者係邊一條呢，係一個強制性嘅條款，話如果唔吻合呢，就係唔獲得。但係起碼今次係唔符合3A。我哋夠鐘㗎啦，范國威議員。